是吧？你主要的工作啊，就是照顾这些小朋友，洗澡啊、喂食啊，还有梳理毛发，基本上就这些了。那这些小狗狗，都是顾客寄放在这儿的吗？有一部分是我们收留的流浪狗。怎么样，可芳？今天就开始工作吧。啊，不行，今天不行，我没经验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没问题的，你照顾你老公那么好，照顾这小狗狗肯定没问题。啊！记住，要跟这些小朋友建立非常友好的关系。你要相信他，也让他相信你。一会儿会有专业的人来告诉你的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行。一会儿回来看你。好，我一定努力試试。你行的，没问题。好。小狗狗，嗨，你好，我叫那个宁可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咱俩要建立友好的关系。我特别善良，你别欺负我啊！不，你肯定也特别善良，不会欺负我的。怎么就被狗给咬了呢？疼不疼啊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刚才给秦明峰打过电话，他说你们那儿所有的宠物都打过防犬疫苗了，会没事的啊。我算是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。对秦明峰啊，对我自己。作为一名专业的主妇，我觉得伺候男人比伺候动物简单多了。可风，你不会打算不干了吧？狗都把我咬了，我当然还得干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我还收拾不了几条狗。疼不疼啊？哎呦，你说你去个马场都能出事儿，以后要去上班的话，我能放心吗？我不小心弄的。这2天不能沾水，伤口还没好，知道不知道？来吹吹。老公，这么。